过年了，我用酸汤做点炒米糖吃。邻居大婶的女儿回来了，万一她来了，我还能拿糖招待招待她。虽然她从来没来过。过年了，还得剪个窗花，红红火火的。这个是我自己做的奶嚼口，加了奶嚼口糖会更好吃。剪的不太好，但是多少是个意思，就这样吧。差不多了。让它冷却一会儿应该就能吃了。做好了，非常成功。邻居妹妹如果来，肯定会被我的手艺所折服的。包的差不多了，这点应该够客人吃了，剩下那点我自己留着慢慢吃。